大哥，到时候。大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跟你说，我娘脾气不太好，可能她一会儿就过去了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我知道。这位是啊，她是咱们家新来的丫鬟，我娘正找她呢。新来的丫鬟。是啊。我怎么看起那么……终于被我逮到了，娘！二少爷，杨总管说的没错，你果然还躲在戴家里面。走，跟我去找杨总管。哎，俊涛，过来，等等，俊涛，过来，你大哥，他就是昨天打伤我的女强盗。俊涛，她不是什么女强盗，她是我朋友。你朋友？是啊，我本来正想跟你解释呢，你这不就来了吗？她叫莫小妍，来我们家呀是应征做丫鬟的，那天把房间给走错了，误会，完全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那天你怎么不跟我解释清楚啊？我哪有时间解释呀？我刚一进去就被你拉住不放了，我吓都吓死了。不对呀，你那天是说你在我家厨房工作的吧？我是要进你们家厨房干活呀，所以我才来应征的嘛。真的假的？废话。不对。哎，俊涛啊，他是我朋友。你朋友怎么那么难以置信啊？大哥，你看看你这种人才正人君子，看他那个样子。你什么语气呀？什么样子？你说清楚。我说的就是你，粗暴、没礼貌、自以为是、蛮不讲理。你还有什么？还有，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说的就是你，说的就是你，怎么了？哼！俊涛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啊！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呀，也被他臭骂了一顿呢。大哥，他连你都敢骂？是啊，而且骂的比这还凶呢。哎，说真的，他呀，也就是心直口快，其实心眼不坏。你跟他相处久了呢，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小妍，你看君涛都气成这样了，过来道个歉。我道歉？是啊。他怎么不道歉啊？我道歉？是啊，你瞧你那天穿成那个样子，我没找巡捕房来把你抓走，已经很对得起你了。拜托，小姐，那是在我的房间里面，我爱干嘛就干嘛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是不关我事啊？那你干嘛要拉着我给你当模特啊？真不要脸！大哥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啊？刁蛮到了极点！俊涛，你先别生气啊，别生气。小妍，还不快过来给君涛道个歉？哼！快呀，犹豫什么？这。好了，投降了啊！对不起。好了，既然大家话都说开了，误会也解开了，就看在你大哥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行，就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，饶了你喽。嘿，可是我这头被你打的到现在还疼着呢。好吧，那咱们这个叫做不打不相识，您就别跟我小女子一般见识了呗。好吧，那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。嗯，我娘和杨总管那边我也会去替你解释的，就说你不是什么强盗，行了吧？那太好了，君涛。小妍，还不快给二少爷道谢？道谢？我歉都道了，还道什么谢呀？二少爷如果不跟二娘跟杨总管解释清楚，杨总管不扒了你的皮啊！谢二少爷，麻烦你啊，将那只老山羊离我越远越好。什么老山羊啊？就是杨总管啊！你看他每天咩叫个不停，不是老山羊是什么？这丫头还真有意思。好了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了，我先走了。但你给我记住了啊，以后见到我，必须要叫二少爷。
小满，你好像很不喜欢君涛，甚至对他还有些敌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二夫人的儿子。什么意思？我怀疑，下毒的就是二夫人。不可能，我二娘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你又不是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，二夫人一向尖酸刻薄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。那天我弟弟妹妹就是为了替我报仇，才去找二夫人的。所以，下毒的如果是二夫人的话，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。叶小满，这种事情可不能随便说，就像你不希望别人冤枉你一样，我也不希望你随随便便就冤枉我二娘。你放心吧，我又不是那个猪头四，只会冤枉好人。如果你二娘不是杀人凶手，我当然不会为难她。但如果毒是她下的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你这丫头还挺能说大话的，你别忘了，这是在代价。你现在把二娘的亲生儿子打伤了，谁饶了谁还不一定呢。哼，谁怕谁呀？你呢，大可以去告诉他，说我严小蛮大人已经来了，而且随时准备恭候。哼！杨总管，这棉纱厂的事情，你应该跟老爷子说一声吧。哎呀，二夫人，这……你明明知道这2年是棉纱市场最火的时候，我那个姐姐呢，经营手法太保守，眼看着就要失去这个赚钱的大好机会，这是代价的损失。你去跟老爷说一声嘛，也是为了代家好，有什么为难吗？可是这除非老爷子问起我才好说，否则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真的挺为难的。行，你不说，咱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机会错失好了。哼！哎，涛儿，涛儿，咦，涛儿，涛儿，人去哪儿了呢？夫人，二少爷是不是去花园写生了？写生啊？这个女贼的画像完成了。哎，这不是她吗？你认得她？哦，她叫小妍，是新来的丫鬟。新来的丫鬟，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娘，我问你，这画里面是不是你那个女贼啊？啊，这都是误会，一切都搞清楚了，她不是什么女贼。误会？啊，对，她是大哥的朋友，那天是误闯到我房间里来的。哼，你大哥的朋友进你房间里面干什么？他那天来应征丫鬟的。哦，二夫人，她确实是大夫人录用的丫鬟，她有那么一点小聪明，不过什么？她眼睛长在头顶上，她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真可恶，这不摆明了狗仗人势吗？夫人，这种丫鬟你应该好好的教训她才对。等等，哼，既然是问天的朋友，又是我姐姐新请的丫鬟，哼，她闯入涛儿的房间，打伤了涛儿，绝非偶然。夫人的意思是大夫人和大少爷唆使她的？闭嘴！我一直怀疑这个内贼就是他们母子俩，这下子可被我逮到证据了。娘，你这又是说什么呢？小妍真的只是误闯到我房间里来的，她真的不是大哥和大娘唆使来的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几天连续发生意外，死了多少人？你跟你爹是福大命大，要不然代价早就变天了。哼，我终于搞懂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大哥跟你大娘的阴谋，目的就是要整垮我们二房，好霸住整个代家。杨总管，去把那个丫头抓过来。啊，不太合适吧，夫人？二少爷都说是误会了，我这么做有点不妥吧？我叫你去都快去！娘，我刚刚不是明明都说清楚了吗？这只是一场误会，
小妍她又向我赔礼道歉了，你何必拿她来出气呢？你住嘴！这是我跟你大娘之间的事儿，你最好给我站得越远越好。哼！至于这个叫小妍的丫头，算她活该倒霉。主儿，哎，来，快点，走！这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杨总管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带走！哎，杨总管，放开我！快走！叫你走就走，快！你就是小妍？是啊，二夫人，为什么要抓我？为什么抓着你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您是想说我打伤二少爷的事？不，那是一场误会，是一场误会，二夫人。是不是误会？是我决定的，不是你决定的。丫头，你死定了！啊，这是邱老板跟陈老板签下的合同，你要妥善保管，不能够落入你二娘的手里，听见吗？娘，这个码头仓库的合同一直都是二娘保管的，您现在把它当做筹码拿到这份合同，只怕二娘不甘心呢。这是我跟你二娘之间的事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有办法对付她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外面出事了！啊，姐姐，你来的正好。有事吗？戴家的内贼逮到了。大夫人，冬梅姐，快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抓她？姐姐，这个丫鬟可是你录用的？是，怎么样？那你可知道，打伤涛儿的女强盗就是她？二娘，你误会了，这个事情我已经跟君涛解释过了。闭嘴！我跟你娘在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哼，姐姐，这些下人，不管是谁敢犯上，一律严惩不贷。如今这个叫小妍的丫头打伤了涛儿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丫头，真的是你伤了二少爷吗？不是的，大夫人，我只是误伤了二少爷，这是一场误会，而且我已经跟二少爷道过歉了。是啊，娘，我已经代他向君涛道歉了，而且君涛也原谅他了。哼，涛儿是戴家的血脉，何等的尊贵！这丫头打伤了涛儿，岂能是道歉就可了事？再说，我还不知道她到底是女强盗还是个刺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阵子以来，戴家的内贼究竟是谁，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团。如今让我给逮到了，姐姐，这丫头是你的丫鬟，也是问天的朋友，这不就摆明了内贼？住口！你休想借题发挥！哼，你错了，这叫人赃俱获。如果证明这个丫头是个刺客的话，你跟问天就是戴家的内贼。你别胡说了，你才是杀人凶手呢！住口！你，唉，我说姐姐呀，我就等你一句话，你认不认？你这是存心栽赃，你想都别想！我这就找老爷子去。甭找了，老爷一大早就去做古董生意了。我说姐姐呀，这样吧，如果你还不肯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杨总管，把他押到后花园，鞭刑示众。是，带下去。哎，好。大夫人，走，快到。大夫人，娘，这里怎么可以动私刑呢？你快点阻止他们呢！阻止什么？怕我让他说出真相？姐姐，我可不想对你的丫鬟动私刑。如果她当众承认是你们母子俩唆使的话，哼，真希望你在场。怎么，不敢去？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，有什么不敢？
请吧，姐姐。娘，杨总管，臭丫头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老实说，伤害二少爷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大夫人、大少爷唆使你的？是他们要你去伤害二少爷的吧？你少胡说八道了！丫头，仔细听清楚了，只要你把大夫人、大少爷给养出来，我就保你没事。知道？快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嗯，是不是他们叫你这么做的？哼，你只是个丫头，怎么会有这种胆子，敢伤害二少爷？说，是谁让你做的？没有人指使我。住口！是不是大夫人？不是大夫人叫我干的，这一切，大夫人从来都没有指使过我，这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我说话你听见了没有？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？说，不是。这一切都跟大夫人还有大少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看你到底能够强到几时？杨总管，再打！住手！别打了！文天，干什么？杨总管，我要你放了他。不敢打是不是？我自己来，把鞭子给我，我来打。拿来！住手！娘，住手！你要打，连我也一起打死。娘，我已经答应小妍了，我会原谅她的。我不想做一个言而无信的人。涛儿，滚！娘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你这样会逼死一个无辜的女孩的，而且，涛儿怎么了？你会逼死我的。涛儿，追涛！追涛！涛儿，你怎么了？追涛！追涛！二少爷！追涛！追涛！二少爷！别吓人啊！二少爷！杨总管，快去找大夫去！女儿，快来人呐！快点！快来人呐！快去叫大夫！来人，把他放下来！快点！少爷，小叶，小叶，你没事吧？还撑得住吗？我马上找大夫给你疗伤啊！我扶你啊！虽然二少爷很快就醒了，但是大夫他很担心，因为他现在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。小梅，连你亲生的儿子都无法认同，你那内贼的指控根本就说不通。老爷，可这个叫小妍的丫头是问天的朋友，也是姐姐的丫鬟，她公然闯入涛儿的房间，差点伤了涛儿，你还不相信？如果这丫头真的是你所说的这个刺客，她大可以把这个唆使者给揪出来，为什么她就是不肯承认呢？哼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，
谁知道拿了多少好处？我老早就说过了，你们2位夫人都冒险救过我，谁要是敢说谁居心叵测，谁就是跟我过不去。老爷，涛儿是你的亲生儿子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他的安危？这内贼一说，又不是我编造的，这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，这充分的说明他们母子俩就是内贼。我觉得你说的话真够荒唐的。如果天儿真的要害涛儿，那当初为什么又要救他呢？据我的推测，歹徒要害的人不是涛儿，而是老爷。如果这个家里真有内贼的话，我们该担心的不是涛儿，而是要担心老爷。我同意德心的说法，歹徒的目标是我，不是涛儿。所以我认为，小妍她闯入涛儿的房间，又伤了涛儿，这纯属是偶然。所以，老爷，你认为我是无理取闹？难道不是吗？如果那丫头真的想杀了涛儿，她干嘛打昏她，还把她绑起来？这不是画蛇添足吗？好，老爷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无话可说。但是我身为涛儿的母亲，我有保护她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从现在开始，大房2房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你什么意思？从明天开始，代价1分为2。我会在花园正中央筑起一道墙，只要是大夫人的人，无论上上下下，谁都不许跨墙1步。荒唐！我是在保护我们的儿子，保护戴家唯一的血脉。你这么做是在撕裂戴家。既然老爷你这么的坚持，我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带着涛儿离开这个家，绝不回头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许涛儿再出半点差错，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他。既然你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子，那么老爷我们母子俩只好自求多福。小梅，筑墙1分为2，那我们戴家真的活生生就变成一个小租界了。俊涛，你醒了。哥，要不是因为我的话，小妍就不会被打成这个样子了。俊涛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哥，我跟我娘真的解释过了，说这只是一场误会，可是她就是不听我的。哥听你的，哥相信你。我知道二娘不愿意相信，是因为她跟我娘之间一直在较劲儿。俊涛，别太自责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事情都是因我而起，我一定要负责到底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小妍，我要照顾她，直到她康复为止。可是你现在……哥，我没事，你就让我去吧，要不然我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，二少爷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要去看小妍。啊，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赶紧给我找衣服换衣服。哦。冬梅，大少爷，二少爷，他醒了吗？没呢。大夫说，伤得不轻。杨总管怎么下手那么重啊？你看他把他打成什么样了？都快打死了。小妍，你醒了？
怎么是你啊？我扶你啊！放开我！你走开！好，我走开，我走开。小妍，看你还有力气骂我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还以为你原谅我了呢，没想到你还是去找你娘告状了。她现在把我打成这样，你开心了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我的确向我娘已经解释过了，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。好了，什么都别再说了，你走吧。小妍，你走啊！走！你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我替你解释。哥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冬梅，送二少爷回房。好。小满，看来代驾你不适合留下。如果你现在想走的话，这是个离开的机会。我不会走的。我二娘正在气头上，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她越是想要赶我走，我就偏不走。她不是说我是强盗吗？我要是走了，不就等于承认了吗？好，既然你决定留下来，我和君涛都会帮你的。别提你弟弟。你真觉得君涛在害你？当然了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救你呢？他为什么还要拦住二娘？就是为了要保护你啊！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给二娘难堪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小蛮，蒙受委屈的滋味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能给我弟弟一个解释的机会呢？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留下来，还自己一个清白，那为什么不能给君涛一个机会，也还他一个清白呢？你说什么？涛儿去看那丫头？是啊，小的想来，根本就拦不住。太不像话了！他是我儿子，我亲生的儿子，居然当人面前造我的反，叫我情何以堪呢？这一切一定是那个女人在背后撑腰，我绝对不会让步，否则让她给看扁了。那个丫头不能留在这儿。珠儿，明天去把冬梅给找来，我要叫她把那丫头赶出戴府。夫人，您找我？你看，这道墙筑起来了，咱们戴家从此还有太平日子吗？小妍怎么样了？啊，她应该没事了。夫人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丫头居然挺过来了。那女人逼着小妍当众指认我，要她说我和天儿在背后唆使她，可她没有，她一个人顶下来了。你带我去看看她吧。好。我一定会揪出你们戴家的罪状，就算我现在无权无势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家认罪的。你要么让这些巡捕来把我抓走，要么你现在赶紧走。
现在郑重地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当我的辩护律师。早知如此，我应该把你赶出戴家的，这样你就没事了。小曼，对不起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大夫人，别起来，躺着。大夫人，对不起，让您担心我了。我是戴家的女主人，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罪了，让你受罪了。您别这样说。夫人，我有点困，想先躺一下。好，快点休息啊，休息。娘，如果我女儿还活着，也是18岁，如果她能够像小妍一样保护我，我该有多开心！夫人，别难过了，昨天夜里都没睡好，早点休息吧。没事，我想留下来陪陪她。你们去休息吧。娘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好，快去休息。还在想那丫头呢？大哥，大哥，你来了，怎么样？小妍还生不生我的气啊？这个丫头啊，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自然会生点气了。不过呢，经过我的劝说，我想此刻她的气啊，也该消了不少了。是吗？这么说，我可以去看她了。那好，我买点东西去犒劳犒劳她，这样她就应该不生我的气了吧？看来你还真挺在意她的。怎么了？对她有好感了？有没有好感，我也不知道。估计他那一棒子把我打晕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吧？你小子还挺能苦中作乐的啊！要不然怎么样啊？难道哭丧个脸，那也无济于事啊。我只希望这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闹剧，否则的话，会酿成一场巨大的风暴，拖垮整个戴家。冬梅，二夫人找你。我把针弄好就去。不成，现在就跟我走。可是我在给小妍煎药，走不开人呢。好啊，你冬梅竟然替那个丫头煎药，你眼里还有没有二夫人呀？赶紧走，我看你怎么跟二夫人解释。珠儿，都是下人，你就睁一眼闭一眼吧。废话少说，走，走，走。
您找我？冬梅，我要你帮我做件很简单的事儿。二夫人，您吩咐。我要你把小妍那个丫头赶出戴家。怎么，还要我说第2遍？夫人，小妍伤很重。哎，受了伤也得抬出去啊！光是凭他打伤了2少爷的罪名，把他关到巡捕房，关他个几年也不为过。把他赶出戴家，便宜他了。可是夫人，还杵在这儿做什么？夫人，冬梅知道小妍犯了错，可是她都已经跟2少爷道过歉了。冬梅，求求您，您就放过她吧。而且您让冬梅不听大夫人的意见，就把她录用的人赶走。您就算打死冬梅，冬梅也不敢呢。你威胁我呀？还是你在提醒我，你跟小妍都是大夫人的丫鬟，我就不敢动你们了？夫人，您误会了，冬梅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冬梅想说，可不可以等小妍伤好了之后，再跟大夫人商量怎么惩罚小妍，行吗？好你个冬梅，在大夫人身边待久了，以退为进这招都学会了。告诉你，对我没用。你给我仔细听好，今天你要是不把小妍赶出这个家门，我就唯你是问。夫人，您言重了。冬梅不过是听大少爷的吩咐，想好好照顾小妍罢了。放肆！你什么身份，敢端出大少爷？不只是大少爷，2少爷也是这么吩咐冬梅的。还敢顶嘴！臭丫头，君涛是我儿子，敢拿他当借口？我今天活活的打死你！住手！冬梅，别怕，大夫人来了。我看谁还敢动他？姐姐，好歹我是戴家的2夫人，教训教训下人也不行啊。那得看你教训的有没有道理。小妍犯错，你教训他，我无话可说。可那孩子被你打成那样，你还要赶走他，那叫无理取闹。冬梅这孩子心怀慈悲，同情自己的姐妹，哪里有错？我们应该鼓励她。你怎么能够打得下手？大夫人，小妍那个丫头目中无人，冬梅也好不到哪去。冬梅是你硬拖过来的？冬梅，我们走。这是宣战！这是宣战！冬梅啊，你可以拒绝2夫人的。还有啊，你为什么不先让我知道呢？冬梅担心夫人听了生气。你不想看见我跟2夫人吵得不可开交，但你也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。有些事你扛得起，有些事你扛不起。金龙，你也一样，知道吗？是夫人。好了，替我好好照顾小妍，在她伤愈之前，不准任何人去打扰她，听见了吗？知道了，夫人。那夫人，伤愈以后，小妍可不可以留在戴家？为什么不呢？2夫人要赶她走，我就偏偏要她留在这儿，懂吗？啊，懂了懂了。大夫人，您对小妍真好，谢谢大夫人，谢谢大夫人。不对不对，王师傅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只要教我怎么弄就行了，我自己弄。二少爷，燕窝这种东西呀，它不比一般的食材。你说你自己弄，你怎么弄得好呢？我说自己弄就自己弄。看呐，哎，王师傅，这泡好的燕窝，它第一步要怎么做？来，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拔毛啊！好嘞。哎呦，我让你拔燕窝的毛，你拔我的手毛干什么呀？你自己不早说，你可不要怪我。真是的。哎呦，你别说，这滑溜溜的燕窝上还真有一些毛哎。
都给你拔干净。哎，来，还是我来。哎呀，别来！我跟你说了，我自己弄就自己弄。嘿，拔完喽！看什么呢你们？二少爷煮燕窝喽！哎，黄师傅，那个跟您借几根葱。好，自己拿啊。黄师傅，二少爷他在干什么呢？二少爷非要亲自做燕窝汤，给那个小妍吃。燕窝？对呀。王师傅，哎，这我毛都拔完了，怎么弄啊？哦，来了。冬梅，好像是二少爷。他来干嘛？我去看看。二少爷，这是燕窝。小妍，这是燕窝啊，你等一下把它喝了，它调气，对你身体好。什么燕窝啊？谁要吃这么恶心的东西啊？什么恶心的东西啊？它是上等的补品，很贵的。贵！你就知道贵！我就是觉得越贵越恶心。拿走，我才不要喝呢。那我就先放在这儿了啊，等你想喝的时候再喝。不要，拿出去。哎呀，快点，拿去，拿出去。小妍，这是二少爷的一番心意，你就喝了吧。你闻闻看，很香的。切！他要是希望我早点痊愈的话，就赶快从我面前消失，省得我活活被他气死。小妍，那我先端走了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哎，不必了。下次你要再敢踏进我房间的话，小心我拿扫把把你赶出去。小妍，二少爷，请你现在立刻离开。那我走了，你别生气啊。等等，哎呦，原来是二少爷啊！哎，您这燕窝是给小妍的？是啊。哎呦，小妍有福了。你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小的我给小妍做的葱花汤。葱花汤？啊，这是小妍最爱喝的。是吗？啊，哎，让我看看。什么呀？这清汤连点内容都没有的，能喝吗？啊，是小妍呢，一向不爱吃油腻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放油，就放了点葱花在里面。得了吧你！他连我这燕窝都不爱喝，能喝你这清汤啊？行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哎，是二少爷。冬梅，冬梅，快去！是我。哎，金龙哥，哎，帮我把这碗汤拿给小妍喝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葱花汤。葱花汤，快拿给我，快拿给我！哎，来，哇，慢点，烫！哎，小妍，慢点喝，别烫着。你知道烫，下次还不吹凉了再拿给我啊？是，我下回改进。骗你的，葱花汤就是要烫才好喝嘛。哎呦，那么难伺候。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？慢点。哇！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什么意思了。哪句话？金龙哥说的那句话。
我说什么话了？你说啊，你跟小妍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哥们儿。啊，是哥们儿嘛。娘，你找我？涛儿，你娘今天被大娘羞辱了一顿。怎么会呢？她当着我的面赏了珠儿一个耳光。你说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？娘，大娘怎么会这么做？是珠儿犯了什么错吧？珠儿能犯什么错？她只不过照我的意思把小妍赶出去，你大娘就跟我冲起来了。娘，你要把小妍赶走啊？是啊。难怪大娘会这么做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你说什么？娘，我真是搞不懂了，你为什么处处要刁难小妍？她都已经那么可怜了，都已经伤成那样了，你还不肯罢休？你要把她逼到什么地步你才甘心呢？你的这种做法，别说是大娘，就连我都无法苟同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中邪了吗？你居然心疼一个丫鬟，不心疼你的亲生母亲，还帮你大娘说话。这和大娘无关，我就讲究一个理字，理在谁那边，我就支持谁。照你这么说，是我在无理取闹了。涛儿，我在这个家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呀，但在你眼中看来都是个笑话，是这样吗？娘，我现在不想跟你扯这些。总而言之，谁要是赶小妍走，我是第一个出来反对的。娘，这次我跟你说的是真的，平时什么话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唯独小妍的这件事情上，大娘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娘，就算是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放过小妍吧，也别再和大娘作对了。涛儿，涛儿，为什么？明明犯错的是他，为什么大家的心都想着他，连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也都护着他？这是为什么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弹得不错。二夫人。捕头大人，真抱歉让您跑一趟。哪里。夫人，您找我是？请坐。啊，好。小的自己来就行了。嗨，没关系，难得为大人服务嘛。谢谢。来，请用茶。我说捕头大人，我这个人的个性呢，一向都是直肠子，一向是有话直说。夫人，您太客气了。我是想请问你，关于那毒包子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我听说，好像跟我姐姐有关系。您说大夫人呐？哼，除了她还有谁？二夫人，您说笑了，这件事情怎么会跟大夫人有关系呢？没的事儿啊。可是我听说。这件事情除了我姐姐以外，好像跟她旁边那个丫鬟都没有关系。您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呀？当然是领事大人。领事大人？怎么，您不相信？不，夫人，您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也没什么。您都跟领事大人说过了，说这个事情是严小蛮自己捏造的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呀？只不过什么？我们老爷子拿毒包子喂狗，是因为心疼那条狗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那万一严小蛮的指控是真的，
这毒包子是从戴家流出去的，那还得了？这万一什么呀？万一我姥爷跟我姐姐他们都是无辜的，比如说是个下人，像冬梅那样的丫头，拿毒包子去喂了那条狗，引发的一连串悲剧。那明说这个严小蛮不就太无辜、太冤枉、太可怜了吗？再说，要是领事大人知道这件事的话，不知作何感想？夫人，领事大人，他不会真的知道这件事情吧？哼，只要我不说，他当然不知道。那夫人您的意思是？可恶，这二夫人是铁打的吗？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？不行，我要想个办法把小蛮给救出来，要不然早晚会被二夫人给整死的。哎呀，彩马，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！凡事三思而行，谋定而动啊！小蛮现在连路都不能走，怎么把他救出来？再说因此而惊动了二夫人，万一认出我们，那岂不是更糟？而且这戴家门禁森严，也未必肯让你进去啊。对呀，我管他什么门禁森严呢！天大地大，娘亲最大。小蛮是我的养女，我一定要进戴家不可。哎呀，妹子，哎，你赶紧劝劝他吧。是啊，妹子。好了，别再劝我了。小蛮为了小雷、小玉吃了多少苦啊！他现在被二夫人折磨成这个样子，你说我这个做娘的能不想办法吗？那个，拜托你们，这两个孩子就托你们照顾了啊！可是这……你们放心，母亲探望女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谁敢拦我？就算拼了老命，我也一定要把小蛮给救出来。来，慢点，来，小心。小妍，你看伤都还没好，怎么这么快就下床了？我是想下床走一走，争取让伤赶快好。更何况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，对吧，大少爷？既然你这么坚持的话，那就随你的愿吧。小爷，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，我帮你去办。没关系的，很多事情只能我自己做。哦。谁啊？巡捕房的朱捕头找你。请问朱捕头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不光是朱捕头，还有二夫人，你快开门！大少爷，那小妍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你去。快一点啊！来了。怎么办呀？不能让朱头四发现了。来，哎，你怎么？嘘，别出声。你怎么那么久才开门呢？二夫人好，朱捕头好。有个小丫头胆大包天，竟敢打伤二少爷，她是不是在里边啊？啊？可是让开！你别可是了，让开！大少爷，二娘朱捕头，你们来了，有事儿吗？朱捕头听说有个丫头打伤你弟弟，特地来关心一下，想看看这丫头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。朱捕头如果想关心一下小妍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天儿有一个建议，二娘，还是请您先过来看一看吧。他伤得很严重，而且差点把命给赔上。朱捕头，就算这丫头犯了点什么错，我二娘都已经叫人把她鞭打成这样了，这种惩罚也该够了吧？小妍现在正昏迷不醒，我娘交代过了，任何人不准打扰她。如果朱捕头真的想关心一下小妍的话，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，恐怕还得问一下我娘的意思。不用了。大少爷，我只是顺便过来看一下。既然这丫头伤得这么重，就不必打扰大夫人了。二夫人，要不我先走了，走。
他们走了。你刚才是我不对，如果你想动手的话，那请便吧。你知道吗？刚刚站在这里的那个女人，就有可能是害死我弟弟妹妹的凶手。你真应该让我面对面的问她，哪怕会被猪头寺带走，我也还是要问她，为什么要害死我弟弟妹妹？所以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该感谢你，还是该恨你？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的家人，相信他们不是凶手。我办不到。我知道你办不到，可希望到时候咱们不要反目成仇。小兄弟啊，我是小妍的娘，麻烦你们开开门，让我进去看看她好不好？啊？不行，走！哎，拜托了，我是她的娘啊，我要见她，你们开开门好不好啊？啊？哎，不行，快走吧！哎，你们这干什么？小妍，哎，妈来看你了，妈来看你了！快走！来，车出来了。小妍，来了！干什么你？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出去！快出去！干什么你？出去！老实点！干什么你？都住手！放开！这位伯母，您是？我是小妍的娘，我来看我女儿的，可是他们不让我进来。伯母，您快起来！您没摔伤吧？没事，没事。都下去！是。你叫我伯母，我认识你吗？伯母，您不认识晚辈，但是晚辈认识您的女儿。哎，真的？你认识我的小妍啊？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啊？当然可以了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！二少爷好。二少爷，请问一下，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女儿带回家呀？哦，小妍有她的自由，您当然可以这么做。可是以晚辈的建议，小妍这次受这么重的伤，我们得请最好的大夫给她医治才行。等她痊愈了之后再离开会比较好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如果带她走的话，就对伤口不好啊？是这样。那我可以留下来照顾她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这次小妍受伤，我们戴家应该负全部责任。伯母，你要想留下来多久都可以。好，那咱们进去吧。好。二少爷，您不一块进去啊？小妍姑娘她不让我进去。伯母，我那边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女儿啊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受苦了。才妈，来，才妈，小心啊！才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好想你啊！才妈也好想你啊！你知道我这2天吃不下也睡不着，才妈想死你了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傻孩子，你说什么呀？小门啊，才妈打算把你救出去，可是你现在受伤了，所以我想在这里多陪你几天。等你伤好了之后呢，咱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啊！我不想走。为什么？才妈，自从上次二夫人打完我以后，我心里就一直不服气，所以我决定留下，一定要查出他们戴家的罪证。哎呦，你看你都伤成这样了，你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还怎么跟人家斗输赢呢？好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以后再聊啊。哎，彩妈，去煮碗粥给你喝啊，你先休息一下。
蔡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都是我不好啊，我脾气太坏了，所以才把人家给得罪了。没事，我去煮碗粥啊。蔡妈，哎呦，你好躺着。哎呦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你躺下躺下。蔡妈，你的伤疼不疼啊？不疼，我没事没事啊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对不起，蔡妈。没事了啊，不要担心啊。好了好了，进来吧。夫人，小妍的妈来了。我把你找来，要跟你商量个事。哎，我想把你留在戴府。叫我留下？对，我听冬梅说你的厨艺很不错，所以我想把你留在这里当厨娘。再说了，小妍现在和冬梅一起伺候我。你说什么？你也要留下来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想想看，我可以同时一次领2份工资哎！哎呀，不留下来岂不是对不起自己吗？等，你说2份工资的意思是我也要留下来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大夫人可是因为你才让我留下来的。你也太离谱了吧！你不是来带我走的吗？还说什么容易丢了小命啊，这里危险啊！喂，现在我留下来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留下来？太危险了，才妈！哎呦，你别急，你好好躺着听我说。你想想看啊，咱们既然决定留在上海滩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？这万一每天要在外面招摇的话，哎呦，早晚要被那个猪头4给看见的。所以呢，我想了又想，嘿，你知道吗？在什么地方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？你的意思是，对了，就是这儿，戴家。那个猪头4啊，他再怎么神通广大，也不会想到咱们会躲在这里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不但如此，我们还可以趁这个机会呢，在这里好好的找出凶手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一举数得呢？是啊，你说的话呢非常有道理。可是我觉得呢，你留下来还是为了那2份工资。闭嘴，你可别扯我后腿啊！好了。哎，小门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才妈决定留在这里是个好主意呢？是的，才妈，实在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意。真的，因为我知道你是见钱眼开。切！杨总管，找到严小蛮的行踪了吗？回夫人的话，我已经动员了所有的关系去找，但是没有找到。上海滩一共就那么大，他能躲到哪儿去？夫人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说不定他早就离开上海了。就算他离开了上海，也要知道他的去处。夫人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因为我不仅希望找到这个人，我更想找回自己的良心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夫人，我一定会尽力再去找的。夫人，小妍的妈妈想见您，请她进来。请。莫嫂，夫人，怎么样？你考虑好了吗？我跟小妍决定了，我们决定留在戴家。太好了。请夫人多多照顾。不必客气。杨总管，带他去厨房，公子从优。好的，夫人。走吧。大少爷啊，看来你已经好多了。是你啊？我听我娘说了，你娘要过来当厨娘，这样以后你们母女2个相互有个照应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是啊。你就不怕我娘这个时候来找我，是为了要跟我一起查出凶手吗？
我不是没有想过，但是我说过，只要我们戴家问心无愧，就不怕你查。只要你不把我的身份说出去，我一定会把证据摆在你面前的。我知道你一直想要我去自首，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不可能，因为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我一定会查出真相，而且绝对不会放弃。够了，小霞，严小蛮，你根本不知道戴律师为你承担了多少风险。小霞，别说了。严小蛮，或许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戴律师为你承担的还不只是这些。如果你留在戴家的事情被戴家的老爷夫人发现了，他们一定不能够原谅他的。或许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，其实戴律师他不是戴家的亲生儿子，他只是戴家的养子。二夫人一直处心积虑的想把他赶出戴家，让他一无所有。如果你再继续留在戴家，就是摆明了危害戴律师，到最后，你真的会害得他失去一切的。够了，小霞，别说了。问天哥啊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别听他的。问天哥，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啊？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小霞，小蛮该休息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严小蛮，我也希望你能够查出真相，揪出凶手。可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……小霞，我让你别说了，走了。哎呀，可是你放开我，你把我弄疼了。你刚刚在那个地方那么多话干嘛？我说这些也是在替你打抱不平，你怎么反过来责骂我？小霞，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不用你插手。我只是希望你别像一个傻子一样，整天只知道为别人着想，到后来弄得自己灰头土脸的。我走了。小霞，听杨总管说你来了，你这孩子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怎么呀。你哭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就好。这样吧，快开饭了，要不然你跟我们一块儿吃饭吧。啊，不了，夫人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小霞怎么了？你欺负人家了是吗？小霞从小就喜欢你，给你当秘书已经很委屈人家了，你还欺负她。娘，行了，不用解释了。我跟月叔啊都急坏了，我想问问他到底想不想嫁给你，我们也可以托人去提亲呢。小妍，我来是想问你，刚刚岳小姐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为了我，你有可能丧失律师资格，还有可能被逐出戴家。没这回事。小妍，你伤还没有好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别让自己太累了。不，我不能走，因为我一定要问清楚，好确定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戴家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二夫人一直存心想找你的麻烦，甚至处心积虑的想赶你走的话，为了不让你为难，我愿意离开戴家。那离开戴家以后呢？你不打算追查凶手了吗？追查凶手的事情，我可以另外想办法呀。但是，如果你因为我受到牵连，我会觉得特别不安的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反倒是你，你既然下定决心要查出幕后的真凶，我倒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，不要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。
可是，如果凶手真的是你二娘，那怎么办？我只希望凶手不是我二娘，也不是戴家的任何人。那如果真的是他呢？如果真是他，我只能请求他的宽恕，请他坦然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也请求你的宽恕。请求我的宽恕？为什么？因为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不能再当你的律师了，我没有办法在法官面前控诉我二娘的罪行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是我错怪了你。我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不去巡捕房检举我，是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的。我一直讨厌你，以为你的善良只是一种廉价的同情，以为你的正义只是一张道貌岸然的面具。没想到我真的错了，而且还错得这么离谱。小妍，其实你不用说这些的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是吗？有谁会这么笨，会选择一条只会毁灭自己的路？你所做的这一切，不都是为了保护我吗？彼此，你做的一切，不也是为了保护我娘，保护我？否则的话，你也不会伤成这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算是扯平了，互不相欠。那不叫扯平，我本来就一无所有，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是一个律师，你有良好的社会地位，你有良好的社会声望，你失去的要比我多得多啊。比你多出的这些，恰好是我不在乎的。我不管你在不在乎，反正我不想欠你这个人情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我会继续留查，追出真凶。不管结果如何，只要有一个定论，我就会立刻离开戴家，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的。戴律师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真的谢谢。天儿，去吩咐杨总管，这堵墙上布置点盆景，要素雅点的。娘，您这是？有人把它想象成一把刀，我偏要把它变成一道风景，而且总有一天，我要把它给拆了。珠儿，这句话怎么回事？夫人，那是大夫人叫杨总管放上去的。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搞个棉纱厂，又并了我的仓库。我筑了一道墙，他居然在上面栽花。生了一个儿子，竟然差点跟人家走。哼，那个臭美人，以为可以占我便宜，走着瞧。今天呢，把这个戴家的全体下人们集合在一起，要跟大家开个会。你们也都看见了，院里那道墙啊，已经筑好了。从今往后呢，东厢归东厢，西厢归西厢。啊，大夫人、二夫人所属的仆人，没有允许呢，谁也不许越墙半步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都大声一点。明白了。这样的话，我这个护院到底是保护东厢还是保护西厢啊？我可不想天天拔枪。记录。哟，老爷，请。老爷，您上哪儿？老爷。
你管我去哪里？好好一个家，被2个女人搞成这样子，怎么待呀？快跟上，快跟上！快！是。老爷，您请。老爷，走。老爷，要不要等一下他们？等什么等啊？甩开他们！小妍，你怎么爬这么高啊？你赶紧下来。小妍，你的伤好点没有啊？你个小猴子，你赶紧给我下来！你赶紧下来！干什么呀你？没看到我在干活吗？谁叫你不理我？说我是猴子，你才猩猩呢你！你走开！哼！冬梅，过来。冬梅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我的房间啊需要整理整理，我想找个人去给我整理房间。我想叫小妍去给我打扫。当然没问题了，小妍。哎，当然有问题。我这儿的活还没干完呢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不要虎头蛇尾，这个道理你们都懂的。小妍，这儿人手都够，二少爷既然叫你去，你就去吧。冬梅姐，你可以叫其他人去啊。不行，就是你最合适。那你就去吧。可是我是大夫人房间的丫鬟呀，二少爷，我去您的房间会不会有一点点的不合适呢？一点点不合适都没有。我是主人，什么都得听我的。你不是我的主人。我是。小妍，二少爷当然是我们的主人，你不能拒绝他的。快点去吧。你下来！你下来！这下跟我走了吧？急什么呀？老爷能去哪儿？不就是古董店？可是夫人，潜伏在家里的内贼还没抓着，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我是替老爷的安全着想。这点你放心，老爷身边的秘书可是我精挑细选的，又是我的远房亲戚，他会照顾好老爷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小姐，有没有觉得这里很熟悉啊？废话，我真后悔当初没有一棒子把你打死，现在不知道省多少事。你要不要再狠一点？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把我打晕了。你是我见过最刁蛮的女孩子。谢谢啊，说我刁蛮的又不只有你一个，简直全世界的人都在说，这根本无关痛痒。哎，来，别动别动。维纳斯，为什么纳斯啊？哦，他就是维纳斯。我可什么可呀？是不是男人呐？好好说话啊！我可不可以让你当我的模特？你说你要画我啊？我恳请你做我的模特。哎，我说你别闲着没事做了，你把我骗来你的房间，就是为了要画我。你们代价这么大，活又这么多，让我在这里就是给别人增加负担。反正当模特呢，我是没有兴趣。要找的话，就去找别人吧。哼！哎！我要找的就是你。行，要我当模特可以，但是你也要先当我的模特。当模特好啊！来，
来，你说要我摆什么姿势？不喽！嘿嘿嘿。别动！哦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 Oh my god, wonderful！ 小妍，你怎么把我弄成这个样子啊？怎么样啊，在家二少爷？你还想让我给你当模特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好，再见，不联系。哎，我想找你聊聊天。你还来，还来！小妍，你就陪我聊聊天，谈谈心，有那么痛苦吗？非常痛苦。你就跟我单独相处，有那么难受吗？难受极了。拜托拜托，小姐了，你就给我个面子，跟我待一会儿喽。行。哎，哎呦，小姐，不要乱扔我的东西好不好？拜拜，模特儿。哼。嘿嘿嘿嘿。您慢点。进去。哎，您慢点。李老板，你看，这个时间仔细瞧瞧。哎，二位是戴老爷的？戴老爷在楼上休息呢。戴老爷叫我来看点东西。哦，随便看，随便看。好好，店里的东西非常全。好。这个不错啊。快点！戴老爷呢？老爷楼上啊。好，我们要上去保护老爷。好。走。这个不错啊。是不错。二位看的怎么样？其实呢，我们是来找戴老爷求教点经验的。听说戴老爷子是古董界的行家。是。那他老爷在楼上休息。这样吧，我们下次再来找他求教，好不好？好的啊，两位慢走，谢谢。再会。没想到这个丫头，她果然什么？果然刁蛮到了极点。大哥，你就教教我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取悦于她呢？其实我所求无多，就是希望我每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她能挤出一点善意的笑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的要求就这么点啊？拜托，我的大哥，你是她的好朋友，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最好的办法呢，当然是离她越远越好了。可是，如果什么？如果我说我喜欢他呢？你喜欢小妍？难以想象吧？小妍那个丫头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差点把我给整死。后来，对我也老是凶巴巴的，从来就没给过我好脸色。可是，我对她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感。她越是对我凶，我就越是觉得她可爱。我就是觉得她不一样，真的很不一样。俊涛啊，你毕竟才认识小妍没有几天，你现在就谈爱不爱的，是不是还早了点啊？感情的事情，不就是靠个直觉吗？当小妍误闯进我的房间里的时候，对我当头一棒，我当时就傻了。这种说不清的感觉，就叫一见钟情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她就是我的真命天女。我到今天才知道，
原来你不去巡捕房检举我，是要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的。你做的一切，不也是为了保护我娘，保护我？否则的话，你也不会伤成这样。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？赶紧告诉我呀！不如这样吧，与其讨好小妍，不如先讨好她的母亲。讨好小妍的母亲？据我所知，小妍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，讨好她的母亲，这也是讨好她的第一步嘛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好办法呢？大哥，那你说该怎么讨好小妍的母亲呢？简单，买个小礼物送给她就行了。小礼物？什么样的小礼物啊？什么样的都可以，但是不能买太贵重的。只要你的诚意十足啊，就算买个廉价的首饰，小妍的妈都应该会很高兴才对。太好了，大哥，你真是我的好军师。大哥，大恩不言谢，下次我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你的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这就走了？啊，这打铁啊，他一定要趁热呀。我帮你。看来你已经康复了。别打了，快放了他！杨总管，我要你马上放了他！我希望你相信我的家人，相信他们不是凶手。希望到时咱们不要反目成仇。如果你留在戴家的事情被戴家的老爷夫人发现了，他们一定不能够谅解他的。其实戴律师他不是戴家的亲生儿子，他只是戴家的养子。二夫人一直处心积虑的想把他赶出戴家，让他一无所有。把一个女贼留在身边就够丢脸了，现在连女贼的妈都进了戴家了，成何体统？夫人，珠儿不懂，大夫人让小爷的妈当厨娘，这到底有什么用意呀？嗨，哪有什么用意呀？我那个姐姐呢，要的既不是人才，也不是人品，她只要那对母女站在那儿，就像个活化石。活化石？好让我看了刺眼呢。我那个姐姐不就是想彰显她的地位吗？她喜欢管人事，喜欢做决定，不就是想证明她是戴家的女主人吗？可是夫人，您不也是戴家女主人吗？废话，我本来就是戴家女主人。夫人上车。雷氏大人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朱捕头，不是我找你，是有位朋友想见你。朋友？二夫人。夫人，您找我，随时吩咐一下，小的自己上门就是了。何必劳驾夫人亲自走一趟呢？啊！要不是领事大人出面，我还请得动你。夫人言重了，夫人所说的话，小的怎么敢不听呢？上次不就是这样吗？一提到上回的事我就气。
你又不是不知道戴文天的来历，你就这么听他的话？啊，你是在敷衍我吗？我哪敢呢，夫人。朱捕头，为什么你说话的感觉就跟我们杨总管是一模一样的？难道你们两个事先商讨过？夫人，还是说你跟我们的杨总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协议？夫人，您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不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哼，看来啊，从你嘴巴里面也蹦不出什么样的好答案。我这儿有2份资料，是渣打银行给我的，一个是你的账户，一个是戴家的账户。这毒包子事件之后呢，杨总管从戴家的账户里面领了200大洋。哎，巧的是，这200大洋就到了你的账户里了。你说这200大洋是什么意思呢？该不会是戴家给你的封口费吧？领事大人就在那里面，要不要我把这个拿去给他看看呀？不要！我这个人呐，一向没有什么本事，但朋友就是不少，本国的、外国的都有。领事大人只是其中一个，渣打银行的欧本海默先生也是其中一个。夫人，你到底要我怎么配合呀？很简单，我只要2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听说你们警方在办案的时候都会留下像是什么工作日志之类的东西，是吗？是。所以说，你手上的工作日志应该记载了毒包子的人命案件，比如说你何时到过戴家，问过哪些事，见过哪些人。对，都记录了。很好，这就是我要的第1样东西。至于第2样，我要严小蛮当初最原始的侦讯笔录。夫人，您要那份侦讯笔录做什么呀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个笔录上一定会清清楚楚记载严小蛮的指控戴家有2个女人才是给出毒包子的真正凶手。啊！咱们快点！哇，这墙这么高啊，我可不敢下去啊！没关系，你跟着我。好，小心啊！小蛮，快！哎呦，没事吧？来。你确定二夫人真的不在吗？确定啊！她会不会突然回来了？我不会进去太久的，跟着我。你快！好的，快去！我就不信我找不到。哼！夫人，你怎么提早回来了？到手了。哎呀，恭喜夫人！看来这领事大人还真是帮上忙了。领事大人啊，还以为我有什么私事想找朱捕头呢，也不知道我跟他聊什么。这2个人呢，搞不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。只要领事大人微笑着端坐在那儿，就够让朱捕头吓得魂不附体了。夫人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这点小事儿果然难不倒您。那当然。
哎呀，怎么搞的？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呢？哎呀！啊！哎呦，糟了！有人来了！哎呦！狗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我等一下，久等一下。哎呦，乖的，你乖了啊！哎呦，糟了，怎么那么响呢？是。哎呀，完了！丫头，嘘，丫头。猪头四，猪头，难道是猪头四来了？猪头！谁在大呼小叫？啊，可能是后院传来的声音吧。蔡妈这是在拖时间，想让我安全脱身，怎么办？这会是出不去了，躲哪儿好呢？夫人，珠儿。夫人，这就是您说的工作日志和原始侦讯笔录吗？他果然来过。夫人，您说谁来过了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太好。他看的是什么呀？好像挺神秘的。二夫人，地产商黄老板说有事找您。啊。这里也没有砒霜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机密文件？彩妈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没事了，你还好吧？哎呀，我没事，被你吓出事了。你杵在这干嘛？快走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放起来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机密文件之类的？哎，那么找到砒霜没有啊？没找到。你说这砒霜会不会是用完了呢？我也这样想过了，但我想他可能还在家里的某个角落，我还想找一下。哦，哎，行，我们先走了。刚才看到二夫人进屋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要快走吧，快走吧！你等一下，我先放起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正式服侍大夫人了。凡事呢要记得诚实、认真、细心，
这3要点：诚实、认真、细心。哦，其实呢，你一点都不用怕大夫人，她对下人可好了。比起杨总管和二夫人，她呀简直就是个活菩萨。哎，幸亏我服侍的是大夫人，要是我服侍的是二夫人，我一定会被她活活整死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让别人听到。哎，冬梅姐，你说这二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这几天呢，我跟府里面的人聊天，每个人说起二夫人都是咬牙切齿的。你说这二夫人这么恐怖，她会不会杀人呢？杀人？那怎么可能呢？就算她再怎么讨人厌，也不可能杀人呢。你来，来，冬梅姐，我问你，前一段时间有一对小兄妹因为吃了毒包子而中毒身亡的事情，你觉得会不会是二夫人干的？你怎么会问这个？我那天听别人聊天的时候说起来的，听说外面现在所有人啊都这么说。外面？你听谁说的？反正是道听途说、风言风语的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以后不要听外面胡说八道的。冬梅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只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我告诉你啊，外面的谣言一点都不可信，你给我听仔细了。毒包子的事情跟二夫人跟戴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哦。夫人，请喝汤。冬梅啊，今天你带小妍上街买什么了？我们买了些干果，还有水果。还有夫人最喜欢吃的瓜子儿。小妍可能干了，还跟那个小贩砍价，小小一包瓜子儿啊，就帮咱们省了7毛钱呢。7毛钱，7毛钱能做什么？7毛钱能做很多事情的。是吗？那你说给我听听，能做什么？7毛钱可以买7个生煎包，让一家人都吃饱饭，还可以买鸡毛菜的种子，种在家里的院子里，可以吃很久的。7毛钱还可以，还可以做什么？还可以存下来啊，每天存一点，每个月存一点，存多了以后，可以做什么？就可以让自己的弟弟妹妹去上学，让他们能学点知识，这样，他们以后活着也可以自信一点。你有弟弟妹妹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我没有弟弟妹妹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大夫人，您别介意。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这7毛钱有这么多的用途呢。小妍啊，别人都说你刁蛮，可是我觉得呀，你很聪明。大夫人，我这哪是聪明啊？我这都是被生活磨出来的本事。对，你说的不错，是让生活磨出来的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会把那7毛钱施舍给街上那些穷苦的孩童。大夫人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说，我怕说出来您会骂我。你连二夫人都不怕，你还有什么不敢说的事儿吗？那我说，您先答应不骂我。我不骂你，你说吧。其实街上那些孩子不一定是乞丐的。可是我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我就穿得破破烂烂也不一定就是乞丐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小妍知道大夫人您慈悲，可是穷人也有作为穷人的自尊。很多时候，他们都是凭自己的双手挣钱，凭本事糊口的。这倒是。我说完了，大夫人，你别骂我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做的事情是错的了，对吗？小妍在夫人面前说话可要知道分寸。冬梅，我在跟小妍说话，请你不要插嘴。
是。小妍，你是不是说我做错了？大夫人，我要你老实说。我觉得您错了。在这个家里，除了那个女人以外，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错的。你是第一个。我让你再好好想想，我是否真的错了？你说呀，我在等你的回答。大夫人，您真的错了。你大胆！行啊，丫头，你连我都不怕是不是？我刚刚夸了你几句，你就得意了是吗？你连我都敢批评了是吗？大夫人，是您要我说我才说的呀，而且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肝的真心话呀，我并没有得意。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很难受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不想看着那些孩子为了抢一个铜板而争成那样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父母，我想他们的父母也会跟我一样难受的。因为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他们也希望那些钱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给那些孩子的，至少还可以换来那些孩子的一声感谢，也可以满足一点点他们作为父母的尊严。对不起，大夫人，我说太多了，我不该说这些的。我就是想听听你的解释。如果你的解释有一丝一毫的狡辩，我就不会原谅你。可是你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真，每一句话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自诩行善，慈悲为怀，可是没想到，让一个黄毛丫头告诉我错了。也许，我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。也许，真的是我错了。夫人，夫人！哎呀，你闯大祸了！我明明让你不要说的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冬梅姐，你不也说了吗？大夫人在乎的就3点：诚实、细心、认真。诚实还排第1位呢。唉，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了。夫人要的诚实，又不是让你批评她。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丫鬟。冬梅，你觉得小妍的话对吗？夫人，你不说算了，我不想为难你。夫人，小妍刚来不懂事，我会说她的。你说她什么？如果她说的全都是对的呢？你知道我那巴掌为什么没有打下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躲的时候，那神态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夫人想起了谁呀？天儿的亲娘。那年我跟二夫人一起怀了孕，同时待产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有人给我下了毒，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后来我被救了过来，可是孩子没了。这件事情，冬梅也听说过。当我被救回来以后，我躺在病床上，以为自己的命保住了，孩子应该就会没事的。我很想看看他，看看他长什么样子。于是，我就找来了天儿的亲生父母，他们都是我的管家。哎，夫人，
夫人，我要去看我的孩子。夫人，夫人，我要去看我的孩子。夫人，夫人，孩子，秀梅，你告诉我，我的孩子呢？他还活着是不是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夫人，您的孩子。夫人，别太难过了，夫人，你要保重身体啊，夫人。杨总管，你快告诉我，他们是不是在骗我？我的孩子还活着是不是？夫人，夫人，秀梅说的没错，孩子没了。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，那就是为什么荀不放要把罪名硬加在天儿的亲生父母的头上？他们俩一辈子为我做事，一辈子为我做牛做马，保护我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害我呢？可当时我也自身难保，根本就顾不了他们。后来当我听到他们自杀的消息之后，我都傻了。所以夫人收养了大少爷。天儿这孩子从小聪明伶俐，我就把他收为了养子。为了这事儿，还给他改了姓，从此以后，他就成为戴家的孩子。可就算如此，我还是会不断地想起我跟秀梅夫妇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。我打了他，我狠狠地打了他，因为他说出的真相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事实。如果那一切就是真相的话，那说明我只是满足了一时的需求，却伤害了那些街头父母的心。我的行善，我的仁慈，是那么的残忍。冬梅啊，也许小妍说的是对的，也许真的是我错了。伯母，喝点水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累了就歇会儿。哎，好啊好啊。我帮您摘菜啊。好好好，先摘那个啊。哎，伯母。哎呀，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呢？我今天是来看你的。看我啊？也顺便看看小妍。哦，我们家小妍呢，这会儿不在，她正忙着呢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的，我主要还是来看您的。您的脚伤好点了没有？哎呦，早好了，谢谢二少爷的关心呢啊。应该的，上一次我们家的伙计对您不敬，我已经好好教训了他们一顿。他们这段时间有没有对你客气点？哎呀，我说呢，他们最近看到我啊，特别的客气，原来是二少爷的关系呀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他们吃错药了呢。他们不会再为难你了。冬梅姐，夫人真的不生气了？为什么呀？这你别问了。总之呢，以后在夫人面前说话小心一点，知道吗？哦，谢谢你今天来看我。二少爷。二少爷，冬梅、小妍，你们回来了。二少爷，这好像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吧？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。哦，没忘。我这次来啊，是特地来看伯母的。伯母，我还有个小礼物要送给您。小礼物？哎呦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上一次你进戴家的时候受了点委屈，这小礼物就当是我赔不是的吧。哎呦，谢谢啊！娘，不能拿。为什么不能拿？这可是人家的好意呀！说不能拿就不能拿。哎呀，没关系了，二少爷的心意不收要失礼的。伯母，你要不要打开看看？哎，好啊，看看。哦，好漂亮的
梳子啊！二少爷，这不便宜吧？其实还好，只要10块钱。10块钱？嗯。哎呦，这太贵了吧？这还嫌贵啊？我看可能是因为是红桧木做的，所以贵了点。其实还好啦。我平常用的梳子顶多5毛钱就打死了，这可是20倍呀！我说娘，钱贵就还给人家。没关系，这是二少爷的好意呀。是啊，伯母，我在那个饰品店里面花了不少时间给你挑的呢。是吗？是啊，我在饰品店里面本来看中的是一个象牙梳子，但是怕伯母你不笑纳，因为有点贵。象牙梳子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伯母。象牙就是长在大象嘴里的牙。哎呦，那多恶心呐！那种东西梳头，就是送给我，我也不敢要啊。可是伯母，听说象牙很贵的。真的？有多贵呀？ 500铜元，约合3块半现大洋。都3块半现大洋！伯母，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伯母。天哪！3块半现大洋可以买5000个鸡蛋，5000个油条啊！这只大象也太厉害了吧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伯母，你说什么啊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了谢谢二少爷的好意，这样呢，晚上我摆上一桌，好好的请二少爷吃饭。我们可以小酌一番。不知道二少爷是不是可以赏光呢？那好啊，一定啊！在这里先谢过伯母了。哎呀，别客气。伯母啊，那我能不能来啊？当然了，大家一块来，人多热闹嘛。好，太好了。这回啊，终于能尝到伯母亲手料理的本帮菜了。哎呦！本来还担心你娘会拒绝我的礼物，没想到她这么明理啊！别以为你讨好了我娘，我就会对你好一点。小妍，你娘都已经既往不咎了，你怎么就……我就不能？怎么样啊？没关系，你的这扇大门关了，你娘可给我开了个后门。这叫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先走了啊，晚上见，再见。好了，既然这样，刚才为什么不阻止伯母呢？我看得出来，虽然你心里有气，可你已经不那么讨厌二少爷了，对吧？不对，我讨厌死他了！瞧他那德行，流里流气的。可是我怎么觉得二少爷倒是诚意十足呢？他跟伯母道歉，不就是跟你赔不是了吗？有吗？当然有了。要不是你一再拒绝二少爷的道歉，恐怕他真会买象牙梳子送给你呢。冬梅姐，你别再说那个象牙梳子了，你就别寻我开心了。我才没有呢。说实话，我早就发现二少爷喜欢你了。啊？我喜欢我？什么意思啊？男人喜欢女人，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不可能！哎呀，不是。是啊，冬梅，这种话你可不能乱说。我才没有乱说呢。我早就发现呀，二少爷对小妍特别关照。哎呀，那是他害小妍挨顿鞭子，不关照也不行啊。哼，才不是呢。二少爷他的个性啊，我比你们都清楚。他平时对我们这些丫鬟呢，从来不正眼看一眼，唯独他对小妍呢，关怀备至。这不摆明了是喜欢小妍吗？真有这种事儿？小妍，冬梅说的话你相信吗？当然不可能啦！人家是堂堂戴家二少爷嘛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但是我觉得他怎么样？他跟我们母女俩道歉呢，倒有可能是真情实意的。但是冬梅姐你说的，我觉得完全不可能，是你想多了。是不是我想多了？以后就知道了。小妍啊，你还是得小心点。这个人之前让你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你得防着他，别再招了他的道。我知道了，金龙哥。而且呢，我已经想好对付他的办法了。